生的车一边，养的较大天。年母。 先生，先生，迄良辰吉时，你同我选好。安娜，时辰都还未到咧，你免烦恼啦，我会甲你找一个真好的时辰予你啦。对我行。不知影？哦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！多谢你，多谢你，来，多谢。来，这边啊，哦，对。来，小姐，免啦，无客气啦，无客气啦，无客气啊，无客气啊。我吃啦。来，哦，是，拢有吃啊？我是。本来啊，今仔新村落水，较大鱼只哪无看大数来啊？哦，就巴肚有心，平常无啥方便。我是惊讲哦，小等啊，放包的时阵，伊来巴肚内囡仔甲吓惊着，所以叫伊当厝里头。哦，啊，有知影，还是要请小员工。哦，念伊，时到一定请你。哦，文知影。啊，恁好甲今年讲起来，真相宜恁问呢。问大家好，小等咱啊，加啉2罐。哦，歹势，我无闲坐，我是袂坐。哦，无闲坐，无闲坐。啊，恁遐坐吼。哦。停车！哦，你钱大声什么啦？你叫照两个人错一个你。阿爸，那你是伫咧老番灯咯？底下拄好在上去，互人拿了，底下要跳车，底下要跳车，我要跳车。哎，管了啦！阿爸，我要转来换水衫。人是要去看船，啥物人要看你啦？哎，我若走去船仔顶秀一下，还唔着人看。你是笑什么话啦？哎呦，阿爸，若讲你草地爽就是草地爽啦，秀吼就是互人看。哎，你是唔通乱来呢？走咱人袂好随便走人个船仔顶，安尼人是会摔哦。啊，迄种恁咧迷信呐？啊，你即摆听你讲什么话啦？秀一个人看，一个查某仔人哦，较早找一个翁哦去嫁嫁好了。
我是来甲你爸爸送地头的啊！啊，地头嘞？地头地地头嘞？有啦。你免假啊！哼，我嘛爸明明叫你摕去码头，阮知，你知我你别怕啦，你别怕啦，我。点啊？哼，我看你是地高成咧行啦，听你搁再来阮兜偷我话啥对无？对无？冤枉啦！我刚才是看。哈？你看啥？你敢要靠来？你到底看啥？你今仔无讲吼，莫做对阮歹看。我啥物拢无看到啦，我邻居保证啦。你无理解啦？你偷看查某话啥？你有啥物理解？你讲啊！你讲！你若无讲吼，我惊这个输你！我无看到啥啦，我刚才是看到一叔叔啥？一叔叔的脚。你看我靠！不是啦，头真啦。好。叔叔啊，你又较细意嘞，大心大命咧，后尾收地条，后尾种地，你民国先生唔讲菜花甲恁大家，啊？安尼无怪恁大家。对啊，啊，规这遐单拢无可能阮大家呢。像厝也毋是你袂当过啊，我借钱来斗做安尼。大家分咧做啦，请人都爱开钱啊。讲起来，这也勤考。我唔知哦，带你哦，真是真好命哦，安尼真是真好用。嘛毋是安尼讲啦，啊，园地营营嘛是咧做。你啊，开大哎，别，拜托，拜托来有囡仔伫咧，万一迄当日抬去到体送庙仪式。我心情啊，你若讲我太低调啦。是啦，我毋是故意啦。我可以做你。好。走去拢无看到。哇！你敢知影？连小弟阮知影伊人啊无，也毋甘嘛有偷去买财神船，伊拢袂当体谅讲我这做老母的心情，咱好甲志春，阮知影这是朋友恩尔。只有靠伊来替咱好家规矩善后。万一伊若受三长两短，看要叫我人听得出你哪爸，也阁有咱好家的祖先呢。为坚定苦情写人问，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哦，嘿嘿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文仔呀，文仔嫂啊。我是文在因大兄的某文欣仔嫂，人拢叫我菜花。讲个菜话，啥物人唔捌？是的啦，啊，我认唔着人呀。我甲你讲哦，
你是警察咯，警察是袂用的吼，随便去啉着人，也是念着人哦。妈安尼啦，我甲你回信的呀，莫搁我消遣而已啦。文仔呀，哦，真警员，安那无看文仔所？啊，阮某。我甲你讲啦，说唔知吼，阮文仔吼，去接因某大巴肚，啊要互伊搭厝休困啦，吼。我想今仔日场面遮尔大，啊伊哪会当无来？啊？我主要四地来找哦，也无看船长，啊佫无看恁老母呢。对吼。是啊。哈。啊，你有看到阿母？有啊，我自头早起来，到即马拢无看到阿母呢，奇怪吼。事情得要搞，要无看到人，这是要安怎？无安尼啊，我来找恁老母，啊你去请船长。我请船长。哦。那拜托你。啊，我来去。师傅，低头啦！阿坤啊，这低头的是要敬神要用的，都唔是要敬你家做王公，等你不咧拜托的。哎呀，我是想要办道用的啦。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来，快进来啊！你想啊。哎，请教，请教。哎，叫你以后较早送，你哦，这都系无位，到即摆要送到。无啦，我是先去恁厝啦。我你去阮厝做啥？多少？哎，医生啊，咱两个人是老朋友啊，吼。是啊。你嘛知影，阮某死啊几啊年啊。这我知啦。你查某囝，跟你某讲查某囝有什么关系啦？我是讲你查某囝嘛未少岁啊。哦，你讲规包包就是孝顺阮月英啊啦。你有头壳有发烧无？啊？无啊，我感冒拄啊好尔。哼，老实甲你讲啦，阮月英哦，嫁什么人拢会用的啦，绝对哦，袂我去嫁哦卖猪肉。卖猪肉有啥唔好啊？你嘛是同款，逐工甲猪斗阵的。对，我是咧载猪肉，所以阮月英哦，则无要嫁哦卖猪肉。啊，你捌唔捌？我唔捌。捌唔捌拢无要紧啦，你哦较早困较后面啦，听无？唔免想要孝顺阮月英啊啦。阿爸，你孝顺孝顺我。你个猪！不是我啦，我孝孝顺你啦。家大好你，你哎，不是我啦，不是我。你想呀？多谢你哦，我送我猪公。哎，那就是应该嘛，要客气什么？阿爸，你个猪互我今日咱走倒去。月英今日佫真水。头疼啦，文仔，小主，看到阿母无？无你，哎，奇怪，说唔来走去。我毋是叫你淡厝里休困，啊你这早来要创啥？阿母无赞成这件代志，我袂用无支持你啊。哎呦，翁亲母亲哦，恁两个吼，互人足欣赏的哦。你做你小客呐，等下你结婚了，咱再来笑伊。你看看等啦，我若找无像恁文仔遐尼好的翁婿哦，我就不爱嫁。阿无你无用车哩，帮我看阿母伫倒位。好，来去。我来调。调好你啊！你先呀。哦，好，我背。我来背。开始，好。先啊，阮老母也有到位，会当小等一下。好事情袂等志咯。哎，奇怪啊！我明明事情都对好好咧，安那会叫走去啊？好，安尼会等志啊，我过来对事情咧。哎呦，赶紧的来传递嘛！哎呦，那
有看青叔甲阿母？啊，即马所有拢准备好，就等阿母甲船长两个人尔啦。啊，船长啊，一先做到啥你无看着？船长，喂，你敢是甲我讲恁老母坐伫遮坐到一箍劲苦苦，啊，伫咧等我，啊，即马人伫倒位？啊，船长啊，阮老母就我老母，我知影，我老母一定是去变数啦。去变数想呀？有影啦，哦，有影。船长先遐坐咧啦。啊是啦，先先。坐啦。哎。是吧，阿母。唔知，我一世界拢找无阿母呢。啊，找无啊？你有看到无？哎呀，阿母伫变数，我来找阿母。等下，哦，你想安尼甲人摇去就对。船长，那你看今仔日这款的日子，你无来敢会用一了？好，你无来吼，我等下船停伫遐吼，含叮当嘛唔敢叮当呢。你才船敢叮当？当然的哦，伊即摆连敢喘气都唔够，咱内底也无人伫遐甲驶船，要来叮当啊？西神计较。我为咱到做时辰到哪样？阿叔，哈，要安怎？阿伯，你在不要紧啊，阿母无来不要紧啊，是真较重要，无你是去听。不要紧啊，我不要紧就不要紧。去啦！开船一旁顺，众人笑闷闷，鱼阵来靠近，掠得满满群。为前程苦情啥人问？为爱牺牲前途打算。哎，谢谢你啊。阿母。阿母，你哪会要去海船顶？我只有安尼做，才会当阻止你去讨海。阿母，讨海掠鱼是我的工课，嘛是我这世人上介大的心愿。是安怎等这新船要落水的时阵，你还要阻止我？我是互你逼。阿母，我苦苦要求你，叫你唔通去讨海，你都拢唔听。这几年来，你若是会去讨海，我大你规暝拢袂困。你敢知影？你有替阿母想看卖无？阿母，阿母，我求阿母。老东西啊！哎呦，你哪安尼？
你若要阻止文才哦去行船，你唔通将这款的那个拍切衰。啊，你甲看大家呢欢欢喜喜来伫咧甲庆祝，就是一个好头彩。有啥物代志，等下就再讲，人都这样歹看啦。袂用，文才若无答应，我绝对袂转去。你袂记，你若兄，你若爸是安怎死？好甲，敢若剩你这个废面尔，我免互你甲因共款啦。讨海掠鱼虽然有较危险，我想咱也袂遐尔歹运。好甲，只剩你这个查甫人尔，我袂用摕你的性命去甲伊赌。万一你若是有三长两短，我是要甲对得住好甲的祖先的。阿母，我拜托你，你莫为难我好无？我拜托。我袂为难你，我对不住好甲的祖先，我只有当面向好甲的祖先谢罪。阿母啊，我拜托你。我你